勇往的去，你也想办法叫我家己。较早有一个老婆婆，佮有一个老公公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婆婆伊伫外口捡到一个真大真大的桃仔。老婆婆就足欢喜的，将这个桃仔搬回去，要互老公公食。结果老公公将这个桃仔甲伊破互开，内底就跳一个真可爱的囡仔出来。这个囡仔就是叫做桃太郎。明仔载，阿姨较继续讲故事互你听，好无？好。啊无，你先困啊。我毋是交代讲你爱加休困，安尼我早会使做义工啦。我就想讲，我伫咧厝内底嘛足无聊的，来遮讲故事，互小朋友听，也是甲遐个老人开讲。我会暂时袂记我家己的病痛，我心情会较好啦。秋玉啊，我替你安排好啊，我甲你找哦，咱国内上摆权威的眼科医师，就敢要替你动手术。我相信哦，阁无偌久啊，你的视力就会恢复啊。多谢院长。安尼紧加休困吼，唔好伤忝呢。这个人来厝会真严重，要马上动手术，咱先落去准备。我就
这个人的声，哪会甲手臂这么残像？我就感觉你紧救我，我真的是你的辛苦，你是不是要叫我一下？学姐，你免惊啦，等医生甲你治疗哦，你就会无代志啊。两位啊，我看到小芬甲小玲啊，即马两个感情变甲这么好，我是感觉真安慰。是啊，之前我伫烦恼，这小芬哦会受到手臂的影响，无法度接受小玲，照这情形看起来，小受伤济啊啦。对，当主对，即摆是无手臂的消息是哦。迄天啊，我去叫彩云转来时阵，我有听江医生讲，手臂已经倒来啊，所以手臂即摆一定是互江金蛇压伫手头。以前是陈秀美利用爸爸江金蛇害过这阵人，替伊做代志，想要到即摆，伊颠倒受到伊的威胁。你爸爸甲公司的几百万美金拢摕去啊！伊摕到遐尼侪钱啊，还阁无满足，阁想要逼秀美啊，甲伊瑞士银行内底所有钱拢吐出来，真正是伤过小贪。是讲秀美即摆伫个手头，一定真歹过。大大，翠姐，哎，翠姐，这样，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两位啊，大大，拄则伫你门口呢，拄到铁牛，伊讲乌龙大呢，已经伫咧海边，发现到海狗已经输来的下落。你的心若是轻人，总是有一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拄则伫你门口呢，拄到铁牛，伊讲乌龙大呢，已经伫咧海边，发现到海狗已经输来的下落。发现海狗，那恁阮爸爸一定甲伊做伙。无对，等等，咱是毋是赶紧报警呢？就一定输来个点。哎，翠姐，先莫报警，我讲想要去高劝伊，叫伊回头。我希望大家予伊最后一次机会。伊若是继续这么笨哦，咱呢就一切交警方处理。好啦，袂好呀。你过去吼，都要认这个老爸，到最后的关头呢，你还会故意哦。安来，我陪你来。当对，阮来走。这无忘掉。海哥，虽然这届互手臂走去，也毋过上无咱也有一笔钱。即摆风声遮尔暗，咱先偷渡出则讲，以后再去找机会，先再去。路线拢安排好，随时拢会使走。好，毋过拖时间啊，赶紧来走。即摆是安怎？你哪袂走？你走，你也唔走啦？开心老了。我搁接少年，无想要比去国外，甲我辛辛苦苦爬落来地盘，拢留好吧啦。
你讲做个什么意思？伊的意思是讲，你即摆已经无利用价啦，以后阮无需要你。江金川，20几年前你反背我，敢讲你即摆还阁想要反背我？你两脚回手内面，几啊百万美金，拢是为周氏企业摕倒出来。西高警方若查起来，迄是和阮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即马真危险者，我无需要和你做伙冒险。江金抓，当初时大家讲好要合作的，合作。什么叫合作？大家不过是互相利用尔。敢我辛苦遐尼侪年啊？敢讲我会甲到手的钱，要含你小本啊？免明白啊？想袂到恁遮尔卑鄙，一点都无讲义气。你无资格和我讲义气。这时，我有啉酒比掠个型的时阵，你甲爱人不但无甲斗相共，连当火上天扬。我对你的义气，迄个时阵早就用完啊！我是代理，咱朋友做遐尼久的份上，你想我家己留咧，我袂为难你。啊若无，还怪我毙命。江金抓，你这个小人！我要离你老爸，伊的生死，我你做咩地带？啊！别跟他真正话，实在互人做感动。你袂记，今仔这件代志你来搞惨，我绝对互你老爸无命，不要死过嘛！别回来，你别管我了，你赶紧走！别给我跑了！ 你死我，你别给他死走！ 啊！
你是要独吞？跟我叫去！金蛇，你头赤样样，随人顾性命啦。这钱无可能甲你相分的啦。你的冤哦，我会替你开啦。你的心若是轻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看这个办事，阿海根本就不是我两个对手。我若有趁这个机会逃走，可能就走袂去啊。你已经无路通走，你若就有自信会当拍赢阮两个，做你动手。也毋过我劝你，上好就莫白了气力。我龙大，我即马手干几百万的美金，你要爱我放弃？你甲我当作笑的啊？龙大，你有这个屁头啦，我来就好。王大，这我来了，这个输啦，给我靠着火！老子招的啦！你摔跤拢无咧看呀！啊，你毋是真爱钱，将所有的美金都互你。阿海虽然抓到，钢金全早就走。你出来，阿明会去找昆山，敢有消息哈？无呢。其实我伫咧想哦，迄明辉的心肝内，嘛一直感觉足为难的。虽然讲嘴一直讲无要承认这个老爸，啊，不过我安怎讲，伊嘛是爸仔囝，这几条亲情哦，是安怎拢切袂断。经过20多年啊，真无简单，才找到家己的亲生老爸。想袂到这个老爸为了利益，煞来迷失家己。无怪明辉心肝内真痛苦。要无这一切，我嘛有责任啦。所以不管昆山啊，伊未来结果是安怎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明辉。这应该啦。喂，啊，阿俊啊，啊你甲明辉去找昆山，找了安怎哈？啥？明辉甲昆山因两个人受伤，即嘛伫咧病院。爸嘞，
水姐，林伟啊，水姐，阮爸咧。林伟啊，你伤甲这么严重，应该加休困一下就对啊。对啦，无啦，阮爸即摆是安怎着？明辉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恁爸即马伫咧内面急救，啊无你先坐到休困哈。休困一下，休困一下。请问什么人是黄君山的家属？我是，阮爸是安怎着？病人恐惊已经要甲看者。害你变做孤儿，我做的代志，连我家己都无法度原谅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过，我即摆后悔，我袂好啊。莫讲遮尔多话啦，你好好休困。一定会真紧就好起来。我知啊，我已经要死啊！美惠啊，我要死先前，我希望听到你叫我一声爸爸。心满意足啊！美惠啊，叫我一声爸爸好不好？叫我一声爸爸，一声爸爸，叫一声爸爸，美惠，一声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，你是我，你是我。
一生的遗憾。妈妈，先坐，小芬，别哭，免惊，爸爸伫。爸爸，妈妈为什么发疼啊？妈妈伫咧倒位？妈妈是不是无伫我？小芬的乖，会听话，会爱姐姐。爸爸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拜托你跟妈妈切阵啊，好不好？小芬，妈妈唔得来，不是因为小芬，是因为妈妈有代志伫无闲，伊若无闲煞，就会倒来看你，吼。别哭。哦，妈妈呢？妈妈伫咧倒位？哦，小芬乖吼，乖莫哭吼。小芬来，阿公陪你啊，乖吼。你拄则爸爸毋是甲你讲，妈妈有代志哦。小芬啊，你着爱乖乖做一个乖囡仔啊。妈妈知影就会放心，就会转来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乖，莫哭，乖哦。小芬，甲我讲真真。乖哈，乖乖困哈，来，乖乖困哦，乖来，乖啊，目睭开开，不用偷看。小芬乖啊，乖乖困啊。一定，小芬有我照顾着我，你甲阿姨先去休困。无我，你莫较早休困。秋美对你做出遐尼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以你较早的个性，你怨恨伊拢袂赴啊，哪有可能对伊的查某囝遐尼好？拄则，我看你伫咧笑小芬，遮尼安慰伊，遮尼疼惜伊，好亲像是伫咧笑家己的查某孙。囡仔夹伫咧大人温暖内面啊。实在真可怜，无毋对啦，我确实真怨恨秋美，但无这一切拢过去啊。你敢真正安尼想？敢真正会当甲所有温暖拢放下？我若是想到秀华过去遐尼照顾金秀甲秋玉，这份温情啊，我一世人安那行嘛行袂完。人生在世，短短几十年我是有啥物好计较？亲像昆山啊，伊一世人拢咧计较，到尾啊，啥物拢摕袂走，然后落来就有遐尼侪怨叹。所以我就讲啊，你真正变啊。再问，我即摆已经完全了解，一世人有你陪伴我，都是我上界大的幸福。再问，我即摆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毋知影秋玉即摆伫咧倒位。北川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啥物想法？你讲啊。咱应该牵报纸找秋玉啊。敢有路用？进前文化甲明辉啊，因找秋玉找遐尼久啊。秋玉伊就是超过伊，无爱甲因见面。秋玉无想要甲文化还佫明辉见面，迄是因为无想要影响到因的婚姻，无想要拖累因啊。啊，不过秋玉若是知影你无死，伊一定足欢喜，一定足想要转来甲你团圆啊。这
这个办案有需要试看卖。蔡文，多谢你提醒我。病人的心跳恢复正常啊，太好啊！我赶紧去叫医生。小姐，你免烦恼哦，你的身体也好真多啊，等一下医生来甲你检查。医生是你，是。你赶紧替伊检查一下。好。这是啥物所在？这是病院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。医生，多谢你把我救起来。你伫病院外口有昏倒，阮已经替你动过手术了。你的状况暂时稳定落来，加在有一位义工无微无离的照顾你，你当暂时顶着精神。迄位义工伫倒位？我想要当面甲伊说多谢。当然会用，伊就在遮。秋瑶，你过来坐。这位就是照顾你的义工，伊是秋瑶。伊目睭有一寡问题，所以看无啥有。秋瑶，你伫遮陪伊，我落去准备检查伊的代志。那是你，命运哪会安尼安排？你好，我是秋瑶。我唔知影要安怎称呼你。你若是无方便讲，不要紧啊。你进前哦，伤啊真严重。你即马拄啊精神过来，你得加休困。假使你愿意将你的故事讲给我听，我是真想要了解你的情形。那安尼，我才知影要安怎甲你斗相共啊。你敢会晓甲我讲，你厝里阁有啥物人？你住伫倒位？你哪会昏倒伫咧病院的门骹口？哪会一个人来遮咧？你是毋是有啥物苦衷？是毋是甲厝内底人冤家啊？还是你的感情有啥物问题？你即马心肝内一定真痛苦，啊若无？你哪会这么伤心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。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你即马心肝内一定真痛苦，啊若无？你哪会这么伤心？小姐，我要劝你，不管你拄着啥物代志，你拢要坚强哦。亲像我的目睭已经得要看无啊，也毋过我嘛是无放弃希望。你只要好好休养，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。等你身体好起来，有啥物代志袂用去解决嘞？是？你得要有信心哦，好无？是安怎你遐尔善良？
现在你要对我遐尼好？小姐，小姐，是嘞啦，你莫艰苦啊，我莫忙着是啊。啊无，我着坐伫咧遮，你好困啊？若是你有啥物需要哦，你甲我叫一声就好啊。姐姐，妈妈哪会还袂倒呢？我做热，就无爽快的。秋碧，你乖，妈妈伫歌舞团表演，较暗就回来，你恁来知无？姐姐，我讲会死，袂啦。这侪照顾你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等妈妈甲药仔食回来，你食药就会好啊。到时阵，咱又搁会当欢欢喜喜，耍啊。姐姐，你对我足好，你是我上好的姐姐，我永远爱你。姐，若是无你，我早就无命。你自细汉就遐尔爱护我，我煞造成你看见不幸的一生。姐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各位，虽然我甲秋美有淡薄仔过节，因又阁是秋美迄个时代留落来的人，要毋过只要今仔日开始，恁会当为着酒席企业努力打拼，过去的代志计较。好啊，咱对。你拢去陪伊。是。喂。好，我知。好。对，屁股打电话来讲，公司有代志要我等你处理，我先来走。你进去。先行。好。走。伯川，恭喜你，搁转来酒席去呀！彩云，多谢你，你真正是我的好家啊！这么多年来，你陪伴我，照顾我，若是无你，都无今仔日的我。彩云，多谢你。哪去讲这款话啦？不过伯川，假使讲若是会用的，我希望你莫想无用，因为咱拢是有会的人啊。即马应该是享福朴实的时阵啊。彩云，你讲到无毋对啦。走啦，我坐啊。尊姐，你无代无志，咱来讨讨看。啊，等等个一日来吼，啊，感谢这感谢迄，拢我放过我。真啊，恁通误会啊，因为我需要感谢的人太济，所以我当然啊，甲上界重要的家己人放伫上尾啊。哦，那你讲这嘛无过分啦。等等啊，其实吼，那以我的功劳讲起来吼，袂输拄着迄乌龙大哦，哦，大家真平的啦。比如讲这几年来吼，啊，阮咧保护树药啊，吼，啊，甲树苗做对，我原来会拍滚啊摊呢，家早命太润的啦。对啦，你讲得无毋对啦，你对朋友啊，安尼始终，我是真佩服。多谢多谢。所以，我想要请你甲免费啊，搁转来酒席企业工作。你干嘛呢？我转来就是去工作哦，意思讲我做专员就对啦。干那领薪水无做完过吼，歹势啦。无啦，准啦。这边啊，毋是要请你做专员，我还想要
请你甲明辉，你负责公关，明辉啊负责业务，来请恁两个啊，回来就是去啊做副总经理。哦，对，啊，副总经理，我会听唔对无？真正啊，恭喜！哎呦，你无听唔对，是副总。哎呦，啊，不过我做副总经理，惊无这个能力了。阿俊啊，唔通你讲，这么多年来，你甲明辉啊，恁经营的公司啊，做了这么好，你若无能力，啥物有能力的？对，家己要有信心吼。好啦，为伫我负责公关嘛，啊，干那食饭甲敬酒啊，尔，这辛苦啦。多谢。安尼真好，别川，即摆公司有你，也有文华、明辉，还有阿俊，安尼公司的业绩哦，就会愈来愈好啊。无咯，彩云啊，莫甲我讲插咧。文华，你毋但是我的孙啊，算起来你嘛是我的囝婿。这几年来，你的经验嘛有够，佮加上你家己的才能，所以我准备退休，甲公司交予你。一定，我文华，你莫提示。就亲像恁阿姨对我讲的，我已经坐回啊，真正需要淡出去退休抱孙啊。我无希望搁为着事业、经济、工作咧伤脑筋。目前啊，上界重要工作，就是我要赶紧找到秋阳。等秋阳若转来，你甲秋阳两个人，就会当做伙好好来经营酒市去啊。秋阳，即马到底伫咧倒位？明辉，恁爸爸的后事敢拢办好啊？都已经办好啊！我昨昏敲电话阮妈妈，讲我希望伊转来，啊，毋过伊可能暂时袂转来。那呢？你是毋是应该找时间去甲看卖？沈太太，啊，你身体有较快活无？我听若是无转来，我这身体是无可能会好。这个家庭实在是，若有代志吼，大家提出来参详嘛。啊，若拄到困难，大家当斗想办法啦。哎呀，你密起来吼，代志是要来解决嘛。俊杰，唔通安尼讲啦，是我伤害雅婷伤到太深嘛。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，将雅婷找回来，袂互伊离开我。阿姊，你大家拢伫？阿姊，我有雅婷的消息啦。雅婷人伫咧倒位啊？他伫酒市去啊，较早一个员工走来甲我讲，伊去庙会拜拜，有看到雅婷。啊，听庙的人讲，雅婷今仔日就要剃刀出家啊。这是庙的住址，你紧去阻止伊。我即摆来去找雅婷，我跟你来。文华，你紧来去。希望因能阻止一切。副总，请你给我开悟的力量，给我把过去一切全部拢放下袂去。雅婷，你伫遐等我，看我想，你伫遐等我。别辉啊，咱要做这雅婷剃刀吼，咱家己心慢慢要顾了。较小点，开下慢点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施主，时间到啊，请就大厅受戒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。
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